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人咧讲好笑神得人听，那拗肚面倒通人惊，苦劝人做人都爱较巴结的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巴结的巴，读巴第一条。古早大语字典解说巴是虫的款式，咱即嘛较接讲到巴是手掌的意思，咱讲巴掌，有人讲是巴仙掌。另外，这个巴嘛有自集的意思，像讲物件若是打起变成连做伙，咱讲见巴，也就是见风见寒。另外，这个巴嘛有甲人抱的意思，另外咱讲是巴结，嘛有人姓巴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头前讲到的巴结，其实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甲人抱，另外一个意思是讲坚持家己无认输，像讲伊正巴结，拄到困难拢袂放弃。第二个词读做花巴离鸟，这是形容物件足花足乱，或者是讲食物件食甲如苍苍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比如讲，细汉囡仔实在足古闭，食物件食甲花巴离鸟，规个母甲乱糟糟，也毋过对时大讲话足巴结，时大都毋甘对伊发性地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巴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